民宿是对本人体验采体生活，也等上看得出休闲农业发展到好也唔好。也很多年来，尘土旅游嘅概念原来因实现呢，又到开放大陆人客自由行，想去体验台湾从地下之谜，开放民宿嘅设立，变做政府天初爱面对嘅议题。台中市政府对今年起始喺各区推动说明会，鼓励设立民宿。第二站去到外埔区，杀数到民众过大家注意。原来外埔隔壁嘅有后林沙、大甲同后里，都是利用偏远地区嘅名义来申请民宿。长期数到虽然天气限制发展嘅外埔，但都无算係偏远地區。法令嘅認定同事實無共用嘅時節，民眾要用嚟面對呢。我哋對外埔嘅案例來看，台灣各地設置民宿可能會遇到嘅問題。走啦！去年市場查紅沙區，除了詳細看那一沙區以前嘅，還看得到沙區度發展呢度產業。內底這個番茄，咱咧食漢堡，漢堡內底迄個皮吼，迄個番茄的先就內底整個。一近年來，外埔遠豐沙區嘅沙區營造，天天嘅看到成果。副局長農民事業喺台灣頭一個採體小農發展出來嘅山體型事業，也當當到培訓沙區投籃業，準備要帶你做成都旅遊。之前也跟文化局做申請那個像設計的深度旅遊，這一塊都已經有蠻深厚的基礎跟那個經驗，所以我們現在是準備，就現在開始，我們社區剛好有一群多元就業的夥伴，有一位專業經理，也有5位導覽解說人員來社區，就是要做深度旅遊這一塊。我們這邊有很多那個景點哦，都很棒，像有桐花步道啦，像農夫市集啊，希望說可以把這個地方你愛提供哦介紹本台價。它這個地方一個好處哈，它坡度不會很陡，我們騎腳踏車哈，再騎就很舒服，對，很輕鬆，不會很費力啊。去到中基下看到係認同自然嘅河海強勢，遠豐沙區係套隨着水源保護區同生態地嘅保育區，和工商業發展當局嘅後里同大甲東岸，行卡看得出一幾十年來淳樸農莊嘅農牧景觀同半自然文化環境本瀕限在。它有點像日本的里山，日本里山。那日本的里山它人口基數只有1萬多，但是它每年的去旅遊的團隊大概有400多萬人，所以說認為是外埔它沒有過度被開發，反而是一個優勢，所以我們現在外埔區公所也在整個地方上資源，那我們希望說將外埔的各個景點做一個串聯。應該從新竹搞到了發現兩位東河先發東河兩位龍興角兩位山水東河東河東天空是要好長壽，比較長壽。我們有牧場有這個養牛場，也有鮮豬場，有羊菇，有番薯，有紅龍果，有百香果，所以它有很豐富的這些產業還有我們很特殊的這些景觀這個地理景觀，包括我們有一個150年以上的那個老樹，這個公婆樹。公婆樹下還有北公同北婆，當多年來也求演員，不過地方上也想求嘅係休閒生業我有好嘅發展。農民事業和禮拜6日帶來萬幾多人，讓客生吃唔到蔬菜高價，一點北公北婆是聽唔到。遊客對這個地方它的風評相當好，很喜歡來這個地方，但是這個地方目前就是缺少這個民宿。那個民宿有一個法律上的這個限制，我們外埔目前在觀光局它的規劃裡面這個地方還沒有辦法來申請民宿。土城鋪子它比較是屬於平坦的水稻區，它就沒有這個限制。那其他呢有9個里都是在這個限制的範圍之內，但是會造成鄉親要申請建案的時候增加麻煩，有很多的這個限制呢，讓我們很難鄉親很難達到這個期盼。
外埔区的两片，一片係後里，另外一片係泰甲。頭檔有泰安海，下邊有泰甲河，兩條經過國土高速公路，咩都有交流道。一般講，中呢個嘅泰甲交流道係一條外埔區內，不過外埔嘅有名土同地方發展，係比唔得泰甲同後里。大甲它是10大的那個觀光小鎮，然後后里有中科有馬場，然後他們都比我們外埔出名，可是我們外埔竟然在夾在它中間，沒有屬於偏遠地區的，講起來真的是有點可笑。因為我們這個地區以前是全部都是種釀酒葡萄，現在公賣局已經不收購了，因為我們對面有一個藝術世界嘛，現在很多觀光客來到這裡在問說，這個地方的風景那麼好，有沒有民宿？我說沒有啊，因為這個沒有偏遠地區，都不能做。泰國地區20民宿，隔年天標準係，也地區10年來人口成長率天初係負成長。外埔區嘅人口10年來維持到3萬人民幣呢，單單村里人口係負成長。按拄好同外埔兼綜合所在，成立一個人口較多嘅新社區，故所外埔嘅10年人口成長率拄好對付出轉到正，將首長幾廿萬人都唔算泰國地區。民宿的這個所謂的偏遠地區的認定是由交通部觀光局統一訂定這個認定的一個標準，大概有4項指標。目前大概台中市的依照民宿管理辦法認定的這個偏遠地區，總共是有7個鄉鎮。為什麼外埔區沒有辦法納入？主要是因為根據剛提到的交通部這個認定的標準，目前外埔區剛好沒有達到這個標準。民宿天意樓本質本單係用自家屋沙空間，結合當地體育嘅景觀，用家庭歡樂方式來經營。故所到都市地區，搶走的係旅館同飯店。一般講民宿，均可到非都市地區，用甲、乙、丙3種建體嘅組成，也同泰國地區休閒農業區嘅農牧用地，用農沙來生產。每標準按年結，規則台中市都也例子，呢張64間合法嘅民宿。規則外埔地區還包含附近的泰甲、泰安呢張1間合法的民宿。我們是外埔外埔區唯一合法的一家民宿啦。我們是在98年申請合法設立的，剛好這一段時間來，我們的這些教理局的這些官員也對我們很照顧，也輔導我們。現有的這個台中市的這個只要是非都市土地的區域它的用地位在甲種、乙種、丙種的建築用地，這些使用編定為住宅的這個建築物，事實上都可以來申請民宿。我們市政府這邊會全力來協助跟輔導。所以另外這個休閒農業區或休閒農場也是我們來申請民宿的一個規定的一個許可的一個範圍。外埔還有得火房屋喺頭擺路邊建，咩在民國72年三排體開發建築管理辦法實施前申請邊建的邊種建體，唔過唔多，自家係做唔來，咩冇辦法做民宿。面對按多按複雜的法令，佢哋作當有農沙，咩做乜嘅做唔得。我們這邊建地也少，因為要做民宿，我們這邊的建地相對的真的很少很少，都是農舍啦，所以要做民宿可能幾率就比較少一點啦。因為像我們現在人口都是負成長，一些年輕人他回來要蓋個農舍，也受到相當多的限制。老馮良過境下來，一時期就要結束嘅。33歲馮良芳本單頭竹科同中科上班，2年轉到外埔，同也係聽中馮良過，也未係一下雲峰社區千多年種嘅農產品。對後生人來講，就算發展的限制按多，也還係相似。我本來是在科技業工作，我已經科技業在服務了10幾年。那再來就是覺得科技業的工作比較沒有那麼。這幾年來就沒那麼好了，那相對的，我父親有經營這片的火龍果，那也需要人手來幫忙，那我也想要嘗試看看是不是可以在未來這個領域當中能夠有個發展，所以我就回來了。
枫龙果係一種熱帶水果，廣度嫩密度，其種植嘅時節合法嘅一道時間掌管。逢人種嘅6角斑嘅枫龍果，今日加上去假日嘅農民市集賣水果，享受採地生產、採地賣嘅互通氣味。我們是用有機的肥料，甚至有通過吉園圃的認證。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現在有用電罩去調節它的生長時間。一般來講，火龍果的生長時間是從6月底到7月的時候是盛產季。那我們現在因為有用產能調節的方式，讓它能夠延長它的生長時間，所以我們到現在為止都還有新鮮的火龍果可以吃。啊，這攏用菜葉處理的啦，處理甲浸浸的，浸好爛吼，後日來壓菜，愛透薄腐啊。泰國地區生產無托賺到嘅農產品，唔過賣啥無按蓋。副局長農民市集本家就當好平台，唔但將後生人想要在雲峰社區來做農，採天農民下團結。風水冇屋下，做到農民市集嘅頭前，對佢來講，社區也係發展，對佢有動態天數。我進前嘅時陣，就是講，譬如講物件就是講。寄人賣啦，也是講熟悉的人，就講你愛買無？咱有農夫市集，客人他吃了，好吃哦，嘿，這個怎樣賣啊？這個自己種的、自己栽種的，算便宜一點不要緊啦，就慢慢的有客人來，一定都會買啦。地方發展民宿做得價到分數，除了整體表看泰國地區人權標準，還有一個辦法係實休閒農業區，做咗得申請設民宿。事實上，做到10年前，基隆市外部向農會注冊同台中縣政府農業局提出申請，不過本期推到轉來，今年農會再個提出來，按照年代前做嘅過關，地方方未吃到以後。今年農會我特別。對，向推動市政府對補助，對於目前嘅區段，為了重新劃定完全休閒農業區，我相信今年以目前用風到6分寸用力夾起來做休閒農業區，也成熟度比91、93年，相信我成熟。我相信今年沒辦法有信心，沒辦法。事實上可以有我們這個民眾本身，或者是當地的公所或者是團體。來向市政府的農業單位來提出申請，經過農業單位審查核准之後，它會核發這個休閒農場的許可證，或者劃定這個休閒農業區。那麼一旦核准之後，這個區域裡面的這個農舍就可以依規定來向觀光旅遊局申請這個民宿。所講嘅限制同標刊，有時節將喺法定時間嘅背景無同樣。加上一種行政命令，做幾天嘅地方嘅發展。外部人親見嘅係目前今日看定附近嘅鄉鎮區都頭嘅發展，就將外部受到限制。因為了水源保護區後里嘅科學園區就開放嘅啦，開放期喺水源比因里咧較高，所以因里係算下流、下游啦。佢限台保護，因上游都冇保護嘅開放嘅。科學園區嘅因為外部係保護呢，所以對呢因為外部嘅當冇公平啊呢。目前是因為它的人口數10年平均值是正成長，所以未達這個規定的一個標準我們希望是未來從法規面的檢討這方面是不是建議中央重新就事實來認定，是不是由整個區。或者是以某個地區的整個這個發展來做一個檢討。單位主管他的意願很重要中科在水源的地方，它都能夠設一個中科在外埔地區永豐這個地方，它竟然要做像來解編這個，還沒有辦法來做。我相信說政府機關它有願意來幫忙的話，有時候可能一個行政命令。它就能夠讓這個地區讓很多的農民來受益。開民宿唔係塵土旅遊，也休閒農業全部。唔過喺個無期人合作療唔夠。外部去看得嘅附近呢，行下有錢嘅鄉鎮區，就行做得便宜泰國地區嘅世界，就好比看得有錢人嘅生意呢，量得清寒真密，價殺量唔多。嗰種全合乎事實嘅人天，行下看得出法令對民眾來講有幾嚴呢，有幾唔淺呢。